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的12月初7。今日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68节到79节，马太基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日子要到。12月初1，牧师嘛是用这个主题伫大感节第一个主日，甲大家三甲分享。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应该有真深刻的体会，日子无论是偌久，总是会到。以色列人期待上帝的救恩，弥赛亚嘛是安尼。第一个，咱要讲的是上帝是信实的。所以，伊的应允就一定会实现。第二个就是弥赛亚的恩典本来就是伫上帝的计划中间，只不过是咱毋知影迄个日子、迄个时间到底什么时阵会到。但是咱知一定会到啊！先伫马太基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，安尼讲着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另看，日子得要到，迄日会亲像得倒的火炉，时到都有自觉甲作歹的人，拢会亲像袂过，互火烧甲连根甲枝拢无去。毋过，才会敬畏我的人，公义的日头会出现，甲恁照。伊的光有医治的功能，恁会亲像牛港出去牛条不跳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伫我采取行动迄日，因会吞踏邪恶的人，亲像吞踏骹下的土粉，就会记得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。就是我伫何烈山吩咐以色列人着遵守的规例甲命令。你看，伫上主迄个大搁通行的日子来临以前，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去遐，伊会互老爸的心转向囝儿，囝儿的心转向老爸，才免我来的时彻底毁灭这个地。日子得要到，主的救恩得要来临啊！伊嘛要呼召仆人来服侍伊，去传扬福音。伫末后日子降临的日子内底，耶稣基督就要呼召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。并且伊要赐予因有权柄甲能力。路加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6节，圣经安尼记载，耶稣召集12个使徒，予因有能力甲权柄，通压制隆重的鬼，佮医好真济的病症。然后伊请因出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，佮医治病人。伊交代因讲，出门的时，什么拢毋免带，毋通带拐仔，嘛毋通带旅行地，嘛毋通带食物，毋通带钱，嘛毋通有2领内衫。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，就住伫遐，对遐来离开。因若毋接纳恁，恁离开迄个城的时，就将骹年的土粉搬掉，表示对因的警告。因出去一桩搁一桩传福音，搁伫逐所在医好病人。咱看见耶稣基督要求门徒，得用信心的行动来执行末后的福音工作。伊要求因毋通加带衫，
毋通带食物或者是金钱，毋通带管仔以及女性的袋仔等等。迄个日子伫要到啊，基督徒应该更较谨慎伫生活上来军队基督的命令，因为困境无拄拄是负面的影响，有当时颠倒会激起信心，鼓励大家学习倚靠上帝的作为，来领受上帝新约的救恩。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，就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，伊对伊的仆人大比勒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困难的拯救者，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嘴应允讲。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。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，佮会记得伊所立神圣的约，就是伊对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互咱无惊吓。以色列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伊。细囝，你会互人称呼做至高上帝的先知，因为你会做主的先锋来准备伊要行的路，互伊的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，通明白上帝的救恩。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。伊互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，照咱才会踮伫黑暗甲死亡阴暗的人，引带咱的脚行入伫和平的路。阮求主爱主帮助阮明白日子伫要到，阮必须爱坚定而且真谨慎的军队。并且真甘心乐意的军队主的呼召，互使上帝帮助正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